刚才宜兰的某一间农场头家，那就是因为不满员工离职去，就去走去买这空中的无人机飞去人的农场内底，对空中来下毒，嘛造成人农场饲的动物拢总死翘翘。这检方是依照违反动物保护法甲刑法的毁损罪甲起诉，请法院就要判重刑。 农场中明出现一只空中猎猎机，宜兰东山乡一间动物展演农场，员工发现有异状，因园内真侪动物常常找公司，对空中猎猎机找到王姓犯嫌。你是咧创啊啦？安怎？啦？我已经报警了。你再报警，我无安怎，你嘛咧奇怪。 员工发现王嫌涉嫌操作空中猎猎机到园区内，将参与剧毒的农药无雪粒空投进园区内，将猪猪山羊、梅花鹿、甲羊桃共3只动物偷死，随来报案，业者回忆受害动物是獒猴、目眶红。我们一直都把我们的动物当成我们自己，就像我们自己的家宠一样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了。 此案发生伫2023年6月，检警接到报案，开始调查。涉案王嫌疑似是不满前员工生活透露，才利用空中猎猎机来偷渡报复。不过王嫌否认，辩称操作空中猎猎机只是为着要了解对方有啥物建设会当模仿。不过死亡动物经过代代兽医专业学院解剖检验，发现体内拢有托福熊等等的农药成分，加上手机对话记录甲监视器的画面，证据是实在。 被告先后3次投毒，造成多只动物死亡。本件依违反动物保护法以及刑法毁损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诉，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。专案检方侦结以违反动物保护法甲刑法毁损罪嫌起诉，因为王兰无悔意，向法院请求加重量刑。若王嫌即马搁新开动物展演农场，目前展演许可证搁伫申请当中。县政府农业处表示，王嫌因为涉犯动保法，依法不得再以其名义申请展演许可证。县政府会严加审理，避免有虐待动物的代志发生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